南投草屯的牛屎架公园已经趴园真久了，草屯扶轮社特别任用这个公园，重新来整修举办启用的仪式。 在9日地震后设置的牛屎架形象公园，和旧处理里面有好的生态环境。不过经过20多年使用，已经真旧后，今麦透过草屯扶轮社的任用，或者变个真整齐个清气。那个台子也很少人使用，因为路都被挡住了。然后现在整理完之后就很干净。牛屎架是旧处理的旧地名，早期是靠牛食伫咧搬运，公园才会这个名。草屯扶轮社推动 这个社区的服务，甲超200平的公园做整修。站在这里，我足感谢讲咱草屯扶轮社所有社友愿意共同配合我出钱出力，来认养这个公园。草屯扶轮社嘛希望大家会当学因，因卖找出公部门合作，共同做整理这个环境，让里面爱来遮佚佗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